美国在台协会对2019年开始有一个提供全球女性创业家资源甲互相交流的计划，已经有100个国家的女性创业者得到帮助。咱台湾嘛有这女性创业家嘛有参加这计划。就是海岛风的纽西兰东边秋港，也有真高的越南风情，手作点心。印太地区的女性创业家代表聚集伫台湾，透过交流建立人脉网络。像创业第3年的钟婉婷，看准房价一直真悬，智能计经会当放大小平数的视觉效果。加入 AWE 计划了后，甲更较侪共款处伫创业挑战的女性朋友同齐来分享。毕竟在这个商业世界当中，还是大多数是男性，所以说女创之间会交流一些彼此怎么在做公司治理，或是在面对客户关系，或是面对市场关系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平衡跟协调。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所设立的女性创业学院 AWE， 希望打破传统性别观念的规范，提供女性创业所需要的资源。虽然计划是为2019年开始，也不过今麦已经扩展到约100个国家，涵盖超过25000名的女性。We've provided training and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, and 205 women entrepreneurs have graduated from the program. The AWE concept was simple. Find a way to empower women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knowledge, networks, and access that they need to scale or to launch and scale their own businesses. 加速家庭艺术白，脱离生理因素加社会价值的认知。AWE 陪着女性发展创业，从手工小物品到新创，参高科技产业，只要努力去做，拢有机会会伫舞台上来发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